後來鄉親朋友喺歇困過後啊，轉到了福起來咧節目當中咯，準備係拜年嘅賀歲生產線吼，來小解本大家嚟用果子算起來啊吼，同安尼我哋講土地行啊，已經有5000年嘅歷史研究咧，呢5000年來啊吼，算起來講環境安尼經變化，佢還是在流多咧嚇，表示講啊咧個。生命力當強咧，吼！頭先啊，你太過phạm太過講到嘅吼，佢到了嘅一擺嘅機會，吼，要接觸到過後，其實開始來種咧，吼！咁講緊頭先我有冇有提到？種埋果子，一係講做埋嘅事情全部強咗。應講嘅萬事起頭難啦，吼！呢個世界啦，吼！你對呢一種嘅種嘅東西啊，吼！我聽從要通盤嘅了解，吼！我通盤要了解過後，你就要辦法可以。種機和照顧機咩？家下吼，你種嘅時間講，一百寸嘅了解種啊，將來到業務下順體為人就開始來種咧。種嘅時間還有乜嘅事情，我開始就係先做好來。佢無法講嘅，佢本性啦，嚇，佢種啊，對啲泥土嘅選擇，嘅選擇啊，冇佢冇當應該。青菜泥土都其實適合佢哋啦，嚇。咁講像海鮮嘅沙灘地，聽講種到咪很清好咧。哦，佢可見講佢對啲環境嘅適應力啊，挺強啦，挺強。至於講會種，我感覺啊，嚇，種當簡單，青菜種我會生意來。咁個我種到達到要多麼，達到要幾麼，何時麼就冇按改咧。呢個是管理上嘅問題。因為無法講啊，咁講佢衝害，當然因為要，佢係我嘅經驗嘅，佢要嘅拍嘅即係可從。最驚了解。佢叫佢答應書嘅係吸收嘅書嘅營養，佢發生時間會見錢已經多啦，對入咧廣人就冇會要。所以開始種嘅下子要了解借殼蟲嘅平衝害。係因為借殼蟲本來冇得到一經驗。因為發生要借殼蟲啊，我就將條窗去看到借殼蟲是在。抹睇機啦嚇，就係用手抹睇機咯。抹睇機就咪幾錢肉之類嘅嚇。我就見抹見多啦嚇。見抹係錯，見抹見多啦。還有嘢呢，請喺個人那個門口啊，會種做到一隻螳螂講下嘅嘛。愛龍皮泡嚇？唔係。錯嘛？螳螂，老虎哥哦，老虎哥。係老虎哥啦嚇，螳螂啊。他開始想啊，迄啲螳螂跑過去衝啊，我做到我是得喺啲度，得我嘅啲度。所以你哋我是點注意啊？看到了。我記哦，跟這個上來。我其實就發現咯，去樹根嘅樹檔，也係要到叫個黐樹嘅位數嚇，係做，咁做前後啊，白我做要30隻左右。原來過去參時間有，即嗰種就冇睇。我是啲講啲螳螂會食即嗰種。你係我相信一般人旁冇發現啦嚇。然後是我要因為要做呢一個從呢話講嘅發現。咁才後呢，個體一參時，個體啊係一種嘅外來絲係絲啊。三角台啊！三角台嚇，我個身體又當到啦。我講我唔知啲係好啊壞啊，咁我印度見咪落去，佢落去以後啊，有人試過我即係嗰種要來咧，才有啱啲，試啦我即係嗰種實體。實體，咁我即係嗰種啥冇試好食，我才有我看到試我全部。大多是大體，冇也冇對這位。到了目前為止，冇本來我個外國人哦，當多嘅螳螂，因為試食哦，
了蛮多咧。哦，也就是講您講嘅了解食物鏈嘛，吼，也解因講貴州嘅生態吼，其實有幾個一張嘛吼，那種嘅東西是嘛解吼，其實係安樣去，所以一啲了解老虎狗是係新嘅了解介殼蟲，您講您講嘅按照嘛解是嘅老虎狗嘅係。係絲，好係啦，好，應該三腳台呢一種三腳台，即係攞雪嘅老虎哥，個地上拍檔夾嘅。所以呢時節，風起嘅時節是希望講啊，吼，也好嘅衝來，冇好嘅衝一啲就睇起去啦，吼，我哋就係一隻匍匐，應講呢介殼蟲嘅一隻風起，韓國啲應講用無法個除咗呢個介殼蟲以外，還加嘛嘅。你係蟲類以外咧，係，你咁講上冇咪？冇發現到乜有蟲類對我們有影響嘅。蟲是乜嚟？係，便是你係加嘅偏害。哦，蟲是冇兩問題咧，你偏害是出來嘅。偏害是係細菌嘛、細菌啊，嚇，係，對傳染來啊。佢你係無法講啊，又用結痂啊，又用按到小便。小便應該講較簡單講咧，個入嚇係戳到平嚇，就像鐵上路啊。嗯個啲入，我講你怎麼好咧？係，即係你看到咧。該多少該就有誒，佢你冇當陰蟲啊，佢冇當陰蟲。佢個小便啊，啲病菌啊係真菌。我睇下我哋唔知乜嘅哦，真菌嚟啊。係。我嗰兩廠人講真菌，講當到白，很長我是香港嘅。我你我保是你廠度講小便係真菌，我跟你講真有真菌，係咩又有假菌啊？有真係咪有假樣呀？才這樣來講，叫咩啦？真菌是係啲分裂嘅孢子啊，嚇，風一吹到來回去，幾時走到來去？走到來去，無法講可能結痂哦，係，感覺啲長遠有效果，即背啊，因為效果上毛，可能風下不掉到，係，所以你要小便啊，對無法講。當陰蟲，所以體是蟲體，你是係小便嘅，有小便，你係體陰蟲係說小便，好安樣。小便，你嘅小便係本身係陰蟲，然後咧冇講陰蟲，你發生你係唔處理啊，唔防治啊，佢幾下就唔跌牆啫。哦，所以定改變個小便可能要對氣候方面可能係會要。下巴摸，到摸嘅時節，見一面入要生嘢啊！哦，安樣，所以了解應講生嘢要偏害嘅時節啦，吼，而家都係用偏圈嘅了解傷害嘅時節，你吼要當到人，好只咪想講我貴人到去倒體氣是好咧，冇去種咧，有時間佢會安樣嘛，因為佢話見齊見翻咩，佢行緊有咩想？嗰是求人，求人跳馬當火。我先講想，因為仲係叫猛書就賺到錢啊！先講想，今年咪會賺到錢啊！結果小便越來亂出，我是應該要用礦物油啊、仔魚油去防止亂出發生當家。灰皮啲小蛋嘅水果，因為入落去，個水果就冇好嘅。變咗當冇，所以要有想法，很辛苦做嘛。做到安辛苦用為啊，一下重平全部嘛，開始冇睇起嚟。嚇，都貴兩廠係要來看。我嚟講係點？我係防禦哦，我會做好，很艱苦。係，幾下種幾多年嚟？到求年安樣？去年第6年啦。第6年啦。那個吳博士講，范班長冇防禦啊，叫你防禦還要買咪做啊？係吼，因為台灣嚇種
特别下當然用，一見到下少的，因為啲小病處理唔下，佢嗌會處理下，嗌要耐心。啊，嗰種當然種嘅，嗌叫嘅全部係摩托嘅啊，摩托機係物理落去治療。比如你嘅講會有叫到嘅藥，叫個結膜啊，結層膜。也是稱啲保護嘅咧，保護稱起來。講保護，蠻有受傷嘅保護啦。有受傷嘅細菌嚟嘅調度啊。叫個時聽。鹹咧嘅，鹹死啦。鹹死。鹹死啦。其實摸咧空氣嚟講，摸痛台嘅時間，佢可能是摸發土生酸嘅。問題是講，佢有一個很多藥啊，你冇可能搭批藥全部叫到啊，冇可能啦。佢冇叫到誒，要食嘅，要就發生。係，因為佢未用要吐嘅，未從農藥要吐嘅，佢冇吐嘅。你冇叫到係為咗佢發生至少要分支出來啦，到嘅。所以啊，吼，到了解去年嘅季節，應講到了小病嘅一隻部分啊，即係講風氣吼，所以來啦吼。沒有了經驗嘞吼，你就做得做到下好多喎吼。去年嘅安樣一隻經驗過後吼，今年來吼，你也了解小病嘅部分可能是冇難唔好嘅啦吼。你做得有辦法來刺激咧？是叫兩百有去年嘅經驗以後啊吼，10年前蠻前後咧，很啲30年前哈，小病又來咧，很感覺冇像去年咁嚴重啊，唔係一發不可收拾啦，要控制當中啦。好，所以講做得咁樣控制下來，漸漸是當好啦。吼，應講咧嘅平春去來講係農民一定驚嘅，唔講。做得控制下來，做得有方法嘅時節，你要當然吼，係是做得用緊做下去，唔是手裡嘅吼。嗰種先到了位哦，來聊下家下，你哦轉到了節目當中，講個繼續來留翻睇個來打發了，來講幾種無法個嘅經驗。